准备要跨年咯，因应着跨年的人潮，台北捷运为跨年暝东港的早起6点开始，一直营运到1月初1暗时12点，连续42点钟无要收班。台北今年的跨年晚会舞台比永年大1倍半，道路管制时间嘛来延长。台北捷运估计，今年跨年的载客量将会突破去年的250万人，达到300万人的大关。经过8档啊，五月天将回台北唱跨年，开场嘉宾就是因，但是唔那安尼，私人期待也有宴会。想要看101烟火秀，北捷推荐了3个捷运站，像是这一个就是距离市府广场最近的国父纪念馆站，到时候即便这边人再多，也是可以清楚的看见101。更勤劳的朋友不妨搭车来到象山这边，走上象山步道，就可以循着步道去看101烟火秀。也有新奇安和站，嘛是观赏好所在。今年比较较无同的是北市府舞台升级扩大1倍半，交通管制时间要特别注意。今年会提早到12月23号早上9点就会开始，因为要搭设舞台的关系，市府路就会开始封路，封了5线车道，只剩下双向各一车道可以行走。那拆舞台的部分，往年大概1月1号凌晨6点就会拆完，那大概今年也是因为舞台太大，会到1月2号的7点之前才会完成拆除。台北捷运对16月31日6点到明年1月初1暗时12点，连续营运42点钟。台北101世贸站甲市府站有计伫跨年夜暗时9点半了后，会看车站人潮的状况，才去采部分列车过站无停。周边的道路嘛只出无入，只是东港是上班日，人会比去年较多。提醒伫信义区的朋友，上好是坐大众交通工具通勤，以免因为跨年和等去厝的路变甲真长。